國際上緊來看中東戰事上新的進度。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講，即馬當咧甲伊朗談判，雙方已經有真濟共識，所以會當慢5天才去轟炸伊朗的發電廠。這伊朗是完全否認，講這川普只是咧放風聲，要壓低國際能源價格。就算美國總統川普講，美方甲伊朗的談判喺真濟項議題攏有共識，也毋過伊朗國會議長卡利巴夫否認要甲美國協商。آقای قالیباف در پیامی در فضای مجازی با بیان اینکه مردم ما خواهان تنبیه کامل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متجاوزان هستند تصریح کرد. 一個歐洲官員表示，雖然兩國並無直接談判，也毋過埃及、巴基斯坦甲波斯灣國家攏有放出消息。路透社引用一個巴基斯坦官員甲另外一個消息人士的講法，講上緊佇個禮拜都有可能佇個伊斯坦堡針對戰爭收束來談判。無偌久之前，川普宣布慢車攻擊伊朗電力網甲能源基礎設施。後來佇田納西州一場活動表示，過去2天美國甲伊朗初步會談有真好的討論。And this time they mean business. And it's only because of the great job that our military did is the reason they mean business. They want to settle and they want peace. They've agreed they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et cetera, et cetera. But we'll see. You have to get it done. But I would say there's a very good chance. 川普也佇真實社群答問表示，美國甲伊朗已經就中東全面徹底解決敵對的行動進行真好而且有成果的對話，所以伊也宣布會延後5天攻擊伊朗能源電網的計劃。這個消息互股市大起，油價要飆到1桶100塊美金。一個熟悉以色列狀況的消息人士表示，華府已經互以色列了解美國甲德黑蘭接觸的狀況，以色列真有可能會有相同的做法，暫停攻擊伊朗電網甲能源基礎設施。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